大家好，這篇影評標題為《腦鬼之家》，真相曝光，導演的血腥新實驗。人是地球上獨一無二的資源，仿佛用之不竭，卻又取之不盡。然而，與土地、石油等自然資源不同，人類不僅能創造生產力，同時也需大量消耗其他資源來生活，既是消費者，也是消耗者。這種雙重特性使得人口問題成為經濟學家關注的焦點。針對此現象，經濟學家馬爾薩斯 （Thomas Malthus） 提出了著名的馬爾薩斯人口理論，觀點頗為震撼。他認為人口增長遵循幾何級數，例如1、2、4、8，而人類的資源如食物和土地僅以算術級數，例如1、2、3、4增長。導致資源供給遠遠跟不上人口需求。雖然這一理論在現代因科技進步而有所調整，但其核心警示仍具參考價值。以中國歷史為例，各朝代人口數據反映了這種增長趨勢。唐朝618至907年，人口約5000萬至6000萬；宋朝960至1279年，約8000萬至1億。明朝1368至1644年，約1億至1.2億；清朝1644至1912年，則激增至2億至2.5億。在短短1200多年間，人口幾乎增長了5倍，遠超土地資源的增長速度。當然，隨着科技發展，我們無需過分悲觀，現代社會已發展出多種解決方案，例如1、提高生育率，增加未來勞動人口； 2、延長退休年齡，讓老年人繼續貢獻生產力； 3、移民政策，引入年輕勞動人口； 4、技術進步，通過自動化減少對勞動力的依賴。只是隨着網絡世界的興起，一種陰謀論悄然流行，部分人認為政府為應對人口壓力，暗中採取手段消滅低端人口。這種說法顯然缺乏證據，無需過分當真，但荷里活卻對此類題材情有獨鍾，形成近年多部電影以此為靈感，例如《國定殺戮日》（The Purge）、《絕地戰》（The Hunt）、《全面啟動》（Upgrade） 等，展現了社會實驗與陰謀的戲劇化想象。而這部最新的電影《腦鬼之家》（The Home） 由《國定殺戮日》的導演兼編劇 James DeMonaco 操刀。是否又是另一部關於消滅人口陰謀論的電影？筆者在此賣個關子，留待觀眾進場揭曉。整體而言，《腦鬼之家》的劇情結構較為簡單，缺乏重大轉折。許多觀眾僅看預告片即可大致猜測到結局如何，而片子整體也讓人聯想到2017年電影《逃出絕命鎮》（Get Out） 的影子。導演似乎將精力集中在展示激進且血腥嘔心的畫面，卻在劇本打磨上顯得敷衍。例如男主角輕鬆便能揭開真相，陰謀底蘊毫無懸念，略顯單薄。注：以下影評內容或許有劇透成分，讀者宜多注意。電影的最後高潮揭露，一群富有的權勢人物方是幕後黑手，他們聲稱擁有大量閒暇時間，需尋找消遣來消磨，因此竟親自參與這條生產線，確保最大利益。筆者認為此節頗為牽強。古語有云：千金之子，錯不隨堂。這些權貴若真欲消磨時光，理應有其他更安全且穩妥的選擇。冒險參與如此高風險的計劃，顯得不合邏輯。故此，在結局中，他們被反噬，得到報應，也算某種的因果報應。個人而言，筆者最不喜這類充斥擦眼剝皮鏡頭的電影，而導演卻似乎樂此不疲，頻繁賣弄噱頭，令人有點反感。整體觀感因此大打折扣，難以給予高評價。有趣的是，近年來隨着漫威英雄電影崛起，荷里活傳統類型如愛情片、喪屍片、警匪片等製作明顯減少。這或許也與串流平台的興起有關。只因他們能用較低成本製作上述3類型的作品，藉此吸引用戶。另一方面，恐怖驚悚片卻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如《完美物質》
The Substance、掌上雌手、Together、空氣、Weapons、還魂、Bring Her Back、死神來了、血脈、Final Destination、Bloodlines 等，各具特色且票房不俗。這種趨勢是否反映了後疫情時代觀眾對過往恐怖經歷的潛在心理投射？或許這些片子一再提醒我們，世界並非總是風平浪靜，太平日子或許是非常短暫及珍貴，也未可知。電影評分6分，最高為10分。多謝各位讀者或者觀眾收聽或者收看 The Movie Blog 的影評。最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請在 YouTube 上訂閱、點讚、給予正評，謝謝。